連一個普通嘅時鐘都唔識睇，10位數以上加減法永遠計錯。好多人第一時間會話呢個細路一定係懶，係唔專心。以前我都以為教數學教到嘔血係我自己嘅問題，直到後來我先知道，原來喺讀寫障礙之外，仲有一種令小朋友更加無助，但香港幾乎零支援嘅隱形炸彈，叫做數學障礙。小葵小學嗰陣，運算同背乘數表已經比人差，後來確診咗讀寫障礙。我心入面一直有一個疑問，點解中英文考試有調色，但數學冇嘅？數學都有好多文字長題目㗎喎。後來接觸到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，同職員傾開，先如夢初醒。原來呢個世界有數學障礙呢樣嘢，可惜香港目前對呢方面嘅評估同支援幾乎係零啊！到底咩係數學障礙 Dyscalculia？ 好多人以為只係單純嘅計數差，其實絕對唔係。佢係一種大腦神經發展差異，有數障嘅小朋友，大腦好難處理數字同數量之間嘅關係。例如，佢哋好難理解空間感、距離，甚至時間嘅流逝。背乘數表對佢哋嚟講就好似念外星文，簡單嘅加減位可以完全調轉。但最奇妙嘅係，佢哋嘅智力係完全正常嘅，甚至可能喺語文或者藝術方面天分係極高。只不過佢哋個腦天生就係少咗個處理抽象數字嘅齒輪。我兩個女就完美演繹咗呢個大腦嘅差異。小星嘅情況特別嚴重，幾乎嘅加減乘除全軍覆沒，去到10位數已經放棄人生。最誇張係佢真係連傳統圓形嘅鐘都唔識睇，因為佢理解唔到長短針代表嘅時間概念。但如果睇手機上面數字鐘，佢就完全冇問題。但好神奇㗎，數學一有計算就全死，但一考立體圖形、棒形圖呢啲視覺化嘅課題，佢又完全滿分喎。呢啲正正就係數學障礙最典型嘅特徵。既然知道佢哋嘅理解能力冇問題，只係大腦處理唔到複雜嘅運算，做媽媽嘅就要轉陣。小葵升上中學之後，奇蹟出現啦。因為中學準用計數機，佢只需要理解條題目嘅邏輯，將計數嘅工作交俾部機，佢嘅數學竟然開始合格，有時仲攞 B 添。呢件事令我更加堅信我同佢哋規劃嘅人生方向。我冇強求過佢哋數學要考滿分，我哋又唔係要做會計師、經濟學家，佢哋兩個都係藝術型嘅小朋友，只要揾啱方向，發揮專長就得。數學只要識得應付生活，去超市買嘢識得計數，找錢唔好俾人呃。加上而家科技咁發達，已經好足夠啦。如果條數字公式真係計唔掂，不如放低支筆，陪佢哋拎起畫筆，畫出屬於佢哋自己嘅人生啦。講到呢度，唔知大家嘅小朋友有冇遇過類似計極都計唔掂，甚至連鐘都唔識睇嘅情況呢？你哋平時係點樣面對㗎？定係都曾經同我一樣崩潰過呢？歡迎喺下面留言區同我分享你哋嘅經歷，等我哋一齊圍爐取暖啦！我哋下集小森林見。